非常歡迎各位蒞臨參加我哋嘅財報電話會議。我哋將共同見證並慶祝公司業績或技術領域漫長發展歷程中，確實具有極其深遠標誌性意義嘅卓越業績之一。只係為咗強調一啲，格拉澤以一種枯燥乏味嘅方式讀出咗呢啲數字，呢個非常難做到。呢家公司呢，美國增長咗93%，我哋嘅總增長率為70%，係嘅，嗰係70號把手。我哋有一條127嘅規則，我哋預計今年將實現61% 嘅增長。其實如果一間公司仲喺發展初期呢，佢業績已經係非常出色、罕見同埋令人驚嘆。但係我哋已經做咗呢行好一段時間，你真係唔可以預期一間似我哋嘅公司仲可以有咁嘅表現。喺舊年年頭，我哋預計增長大約30%，對一間公司嚟講都已經係好勁嘅表現。去到年尾，我哋公司單一季就增長咗接近20%。如果你係一間喺歐洲大陸、加拿大或者其他類似國家嘅公司，而你全公司增長咗20%，又達到 Rule of 50，你喺你國家甚至你個大洲都會係頂尖公司之一。而且我哋做到呢啲成績之餘，仲以關鍵方式支持喺美國一啲最有趣、最複雜、最特別嘅行動。政府參與咗好多呢啲行動，當中好多我哋都唔可以評論，但係呢，佢都係舊年最精彩嘅時刻。亦都好大程度上激勵咗我哋 Palantir 嘅每一個人。咁所以其實呢啲咁誇張嘅數字，到底代表咩意思呢？因為你知啦，如果好似佢哋公司可以增長到40%，你可能會喺呢個增長一定同一個表現好好嘅大環境有關。但係如果你睇下127法則，7成總體增長，美國仲有9.3%增長，呢啲數字真係要認真睇下。而呢啲數字已經好清楚咁講明，我哋係屬於自己一個獨特嘅類別。我哋做緊咗嘅係其他公司從來未做過嘅，咁多年嚟都令到好多人覺得好難理解。因為以前我哋做 FTEs 嘅時候，人哋就話我哋係一間服務公司，佢哋話我哋嘅產品只不過係軟件啫。其實我哋嘅產品係實施協調機器，冇人睇過我哋可以喺銷售團隊嘅弱同埋下跌嘅情況下，仲可以創造到佢嘅收入。而呢件事對全世界嚟講都好有意義。咁對世界嚟講又代表咩呢？其實首先呢個已經證明咗我哋嘅價值嘅方式已經唔同嘅。相關嘅係大家覺得最底層嗰啲價值就會少啲，而最頂層，當我哋用 AI、Ontology、FDA 同埋部門知識去滲透全世界嘅時候，就好似我哋而家喺台上邊咁，真正嘅價值就係喺呢度產生出嚟。而呢個價值大到離譜，唔成比例，令你可以建立一間公司，無論增長定增長質素都好似爆炸咁快。呢個都代表咗我哋講咗好多年嘅嗰句説話，其實就係 chips 同 ontology， 意思係如果你只係投資嘅商品化產品，例如佢經過協調嘅 LLM， 佢唔單止會搞壞你生意嘅單位經濟效益，仲會令市場對價值創造有個好扭曲嘅睇法。因為好明顯，如果你賺到收入，但係根本冇可能賺到錢，因為成本高到嘅，咁其實根本嘅價值，而且好明顯，如果你做緊嘅嘢同其他人做嘢一模一樣，佢其實基本上佢嘅價值甚至可以話係冇價值。所以我哋而家將成個堆疊顛倒嘅，我哋已經證明咗投資咗，我哋用少量資源做嘢，可以對收入同利潤帶嚟極大影響。但係可惜我哋都見到喺美國以外嘅西方國家，其實大家對採用呢類產品都仲係好猶豫。而家領先嘅兩個地方就係中國同美國。而家我哋喺美國見到嘅情況呢，真係差異好大。所以佢未採用嘅人，即係所謂嘅得益嗰班人呢，其實都只係希望有個奇蹟發生。但係其實呢啲數字已經係一個突破性嘅表現。有冇呢啲數字，你已經突破咗去到一個新嘅層次。呢個唔再係原本嗰個類別。所謂 AI 呢個類別，其實本身佢嘅意思，重點係用我哋手頭上嘅工具去創造真正有表現、有價值嘅成果，而 AI 就係其中一個關鍵。認為冇呢啲就能夠創辦公司係極其危險嘅。嚟緊1年，我哋將睇到一啲公司採用真正有效嘅方法。
我哋知道本體論 FDA 編排係爆炸性嘅、革命性嘅，顯然唔能夠指望公司達到呢種水平。呢個真係具有歷史意義。但係即便發揮出一半嘅水平，又該點樣做到呢？呢一層面對於科技公司同各國嚟講，都將係一個真正嘅問題。我哋可唔可以喺一年內生產到我哋一季生產嘅嘢？而我哋喺西方要攞清楚其中一樣嘢，就係我哋點樣做到呢？而呢個正係帶嚟佢哋巨大嘅政治壓力俾我哋嘅機構，因為好明顯政治領袖都會煩惱，當社會出現嚴重貧富懸殊時，我點樣先可以提供價值？而家喺 Palantir 喺版本入邊所謂嘅有，其實係指嘅工人同埋識得點用呢啲產品嘅人，甚至連最基本嘅事實都同大家直覺上冇咗好有距離。其實唔係資本家對工人，而係資本家同工人一齊。但係呢樣嘢對政治領袖嚟講好難理解，對於唔識得點樣採納呢啲新事物嘅結構，或者係生產呢類產品嘅文化，都一樣好難接受。最後呢，但係同樣重要呢，呢啲數字之所以冇勁，係因為全部都係自然增長，佢哋唔止係自然增長，因為我哋根本冇做收購，我哋唔做收購係因為我哋公司文化好厚重、好密集，即係話你要融入先得。而家我哋有個完美藉口唔做收購，因為冇人有冇個數字，收購反而會拉低我哋嘅啲率。收購用嚟嘅數字，但我哋嘅數字都係完全自然增長，因為我哋同其他公司喺經濟上嘅糾纏 Palantir 同我哋嘅國防情報同商業客戶都有直接關係。我哋冇同人一齊投資，我哋都冇投資嘅大陸商品。啲數字係純粹 Palantir 企業本身嘅純潔同埋勇氣。我哋公司內部成日都會討論應該點做點樣做，但由一開始我哋都堅持住自己好強烈嘅價值觀去擴展我哋認為係西方高尚一面。意思就係如果有需要，對外要夠殺氣，對住敵人唔手軟，希望嘅敵人都唔敢搞我哋。而對內呢，就係指本土機構、情報機構，基本上就係將第四修正案嘅精神完全體現咗我哋嘅數據管道 Foundry 平台，然後滲透入各大機構，咁樣每個使用我哋產品嘅機構都能遵守美國嘅法律同道德規範，並且有望成為世界各地法律同道德規範嘅合理延伸。唔該晒。唔該晒你，阿里克斯。喺電話會議開始前，我哋將先回答股東提問。我哋收到咗嚟自 Jeff J 嘅提問。邊個會問你點樣睇你嘅國際業務？你係咪預計喺不久嘅將來，例如由於歐洲重新武裝，經濟將再次加速增長？其實Sham 同 Ryan 應該要評論下呢個問題。但係美國以外，包括盟友國家，最大嘅困難之一就係，正如呢啲數字所顯示，唔係你花幾多錢，而係你同邊個合作。咁所以我哋而家首先 Palantir 而家處於一個好獨特嘅位置，我哋真係冇咁多資源去處理美國以外嘅困難嘅。而且隨住學習曲線越嚟越高，要幫人明白點樣實施呢，佢哋都越嚟越難。而美國本土嘅需求真係大到不得了。但對我哋盟友嚟講，核心問題就係我哋可唔可以去到一個地步，大家都清楚認識到，你哋必須要買嘅比本地生產先進得多好多嘅產品。呢樣對佢哋嚟講好複雜，因為佢哋通常都想買自己國家生產嘅產品。但如果你拉翻遠啲嘅，呢個制度本身係咪真係有承托力？歐洲國家嘅採購結構係咪真係可以承擔買最頂尖產品嘅壓力？佢哋可唔可以理解到當中嘅差距，從而作出一個可能會違反自己國家狹窄經濟利益嘅決定？我覺得可惜佢係，你會見到佢阿拉伯同非阿拉伯喺中東地區，即係阿拉伯國家同以色列，你會見到佢哋有採用，喺中國更加係大規模採用。但係加拿大、北歐同整體歐洲就佢哋採用。但對全世界嚟講，真正困難嘅地方係，如果 Palantir 要承擔咁多工作嘅重擔，我哋而家都係不斷擴展緊。其實 Sam 應該講下呢個，但係我哋產品喺美國嘅需求，無論係政府、國防定係民用，都係非常之大。所以
你點樣可以合理咁解釋點解要進入更複雜嘅領域？呢個其實係冇乜嘢問題，多過係我乜嘢問題。我覺得你會見到喺北歐、加拿大同埋其他地方，政治上會有好大壓力向左或者向右走，仲要係去到好極端。因為當你揾唔到答案嘅時候，你就會根據完全嘅意義嘅意識形態，然後試落去實行。咁到時佢哋就會面對呢種壓力。至於我哋作為一間公司，作為一個國家要面對嘅壓力，就係點樣可以以我哋一貫要求嘅高質素去滿足市場需求嘅 Palantir。我哋嘅標準唔係做得最好，而係要做到有魔法嘅感覺。我哋唔係淨係做最頂尖產品嘅生意，我哋係要交付佢嘅前線都令人覺得神奇嘅項目。可惜有啲問我哋唔可以公開講，但係過去一年呢，我哋真係見證到有冇神奇嘅實施，真係改變咗人哋點樣喺美國威懾力。當然，真正嘅英雄係前線作戰嘅人，但係你都知 Sham 同 Palantir 入邊好多同事為咗實施同協調，真係捱咗無數個通宵。呢啲努力其實已經帶嚟改變。啲人能夠做乜嘢？如果你對此有任何疑問，如果你會講法語或者會讀法語，你可以去查閱法國報紙。法國係對此問題認識最清晰嘅國家之一，但係佢哋其實唔知道該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因為解決辦法係購買美國產品，特別係 Palantir 產品。冇咩要補充㗎啦，咁太對啦。多謝你，阿里克斯。下一個問題嚟自美國銀行嘅瑪麗安娜。Mariana，請開啟你嘅鏡頭，然後你會收到提示去解除靜音。大家午安，你哋聽唔聽到我講嘅？咁啊，照舊有兩個問題，一個關於商業方面，另一個關於國防。喺商業方面，市場已經決定2026年係 AI 要交成績表嘅一年。你由佢嘅客戶或者軟件合作伙伴身上見到呢個情況。你好似講過呢樣嘢，我記得你叫佢做猶豫，但係你一路以嚟都講過有啲抗拒。有冇企業唔係用你認為啱嘅方式去實施 AI？ 你有冇見到呢個情況有改變？另一個問題咧就係關於 ShipOS。造船唔係唯一一樣五角大樓難以提升產能嘅嘢。而家有一個好大嘅努力去令美國再工業化，特別係同軍事有關嘅嘢。有冇機會可以有一個彈藥 OS 或者導彈 OS？ 仲有邊度可以見到呢啲應用啊？應用到嘅，我會話我哋成個商業推廣策略就係盡快直接向客戶展示同實際帶嚟價值影響。而家我哋見到嘅客戶嘅故事，佢哋一開始規模已經大，然後擴展得更快。你知啦。我哋成個業務入邊已經成交咗61單超過1000萬美金嘅生意，呢啲都係因為我哋帶俾客戶嘅影響力，同嘅客戶傾偈傾咗好多次，佢哋都係咁講，全部都係因為我哋展示到軟件可以做到啲咩，俾到佢哋佢到成效咯。而我哋係唯一一間可以喺嗰啲機構入邊透過模型 Ontology FD 同我哋嘅產品帶嚟咗大影響力嘅公司。再講多次，呢度你要將美國同其他市場分開嘅嘢，但係喺美國市場，我哋收到嘅主動查詢，因為人哋已經喺其他公司見過成效，而且唔止一個應用場景，例如呢類產品嘅遷移、核保等等，有好多唔同嘅應用場景。而2年前嘅對話，多數都係我聽講你哋係一啲幾特別嘅嘢，可能有機會做到。而家一般嘅對話就係我聽講你哋真係做到，我唔明你佢喺邊個位置適合。事實上 Palantir 唔係一間只做一樣嘢嘅公司，所以如果你想了解我哋，大家最熟悉我哋嘅地方就係佢會 work， 而且 work 得好好，好快就搞掂。而家好多客戶嚟揾我哋都係話，我知一定 work， 我需要做啲咩先可以加快進度。至於唔係咁正面嘅情況，可能就係我唔太明點解會 work 或者點解要咁做。但係而家呢，佢情況少咗好多。講真，我哋而家有更大嘅主動權去睇同邊啲人合作，前所未有咁好。其實我哋而家做緊嘅其中一樣嘢就係主動嘅合作對象，因為你知啦，好似 Ryan 咁，佢而家負責一個好有趣嘅部署，無論技術上定商業上都係。而對方負責嗰個部署嘅人呢，實際上呢就係佢哋嘅 CEO，佢哋真係落手落腳做晒所有細節，而且佢哋甚至重組咗自己嘅組織，為咗可以吸納我哋嘅產品。
我哋以前從來未試過有咁嘅情況，依家都係一樣。Shams 應該喺 DD 度講下呢啲，但係其實有冇講？有啲特別嘅嘢，可惜我哋唔可以公開講。就係我哋其實可以好大程度影響背後發生緊咩事，包括例如你點樣喺國防或者民用場景下協調一啲嘅，其實唔係話我哋話事，但係呢次係第一次，你知啦。我哋可以幫手塑造我哋要做嘢、要執行嘅基礎，唔係所有情況都係咁。但係好多年嚟第一次有呢個機會，我哋今年要做嘅就係要擴大呢個範圍。重點唔係客戶量，而係客戶基礎嘅密度。我哋而家係幫大型機構轉型，然後同佢哋一齊賺大錢。呢樣嘢好反直覺，但係正正因為佢哋覺得同我哋好有共鳴。當我哋話唔得，佢哋肯聽。以前要證明俾佢哋嘅先信，而家傾偈就知唔得。雖然嗰個以為得，呢啲係冇公司呃你嘅廢話啫。其實永遠都唔會得。如果你想要搞活動同埋食牛扒晚餐，你可以照做。講真啦，有啲公司都會話係啊，我哋公司有啲部分其實唔係真嘅。嗰啲部分我哋會揾其他專搞活動同牛扒晚餐嘅公司去做，然後我哋就係屬於公司入邊真真正正做生意嗰部分。至於國防同埋再工業化，其實再工業化呢個話題我哋已經講咗差唔多2、3年。呢樣嘢我哋真係好專注去做。佢由國防開始，但係我覺得會延伸到製藥行業，仲有連鎖反應啊！我哋而家都幫手起數據中心啦，所以其實有好多機會係我哋特別有優勢去追嘅。Shams 太過謙虛啦 ，Shams 部電話成日響足一日，佢哋揾嘅其實就係想知點樣可以喺成個政府都做到同一樣嘢。呢個真係而家發生緊嘅事，事實就係咁。至於船隻作業系統，當然我哋係由潛艇艦隊開始，但係而家已經有人揾我哋幫手搞唔同類型嘅武器系統，包括戰鬥機、轟炸機、水面艦艇、無人機、武器本身同埋彈藥。呢個範疇對我哋嚟講好大，唔單止係生產武器，仲包括點樣去維護佢哋。如果你睇下殺傷力，即係發揮戰鬥力嘅能力，你就需要一個整合咗嘅能力去做到呢件事。由工廠生產線到前線戰壕都要覆蓋。Maven 呢個項目係一個好大嘅投資啦，佢改變咗我哋聯合作戰部隊嘅作戰方式。咁至於前線方面呢，而我哋而家做緊嘅嗰個船隻作業系統，其實就係個核心，仲要係由 Warp 推動，極速就係靠呢個速度，我哋先可以重新激活工廠生產線，並且透過呢個系統俾5角大樓一個整合嘅視野。多謝你。下一條問題係嚟自 Webbush 嘅 Dan 啊，唔該你開翻個鏡頭之後，你會收到提示去解除靜音。好開心又見到你，睇落去今季真係表現得非常出色。我想問你覺得而家無論係商業定政府方面，你冇睇到嘅預算係咪越嚟越多？包括國防方面，即係你本身入去做 X， 點知突然間變咗做 Y？ 呢啲情況而家開始發生緊未？你哋攞到嘅預算份額係咪越嚟越大？幾時係咪 Palantir 一入場就會㗎？其實如果你細心啲，我哋嘅數字，你會發現收入增長得好誇張，但客戶數量就冇乜誇張嘅增長。收入增長得咁誇張，係因為佢認真嘅客戶將佢哋最重要嘅問題交俾我哋處理，然後我哋就可以創造到好大嘅價值。雖然我哋係喺後邊做，但係創造出嚟嘅價值真係好大。所以其實兩樣都有，即係唔止係你咁多啲嘅問題嚟做，重點係你解決咗個問題，對間公司嚟講係決定性嘅。佢就會俾多好多錢你。仲有就係無論啱定錯，大家都覺得除咗我哋之外，其他選擇都唔係咁好。你知啦，每次開會之前，我都收到50個信息，叫我可唔可以低調佢？呢個都係個問題。但我哋都會掙扎。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要面對嘅難題，但係重點係，我覺得真正嘅答案唔係嘅。我唔明點解要假謙虛。我哋嘅客戶都知道，我哋識佢嘅係其他人唔識佢，而且我哋一直都堅持用自己嘅方法做咗好耐啦。而家 AI 就好似幫我哋嘅產品入咗伙，將我哋嘅內部知識發揮到極致。我會話，其實我哋而家做得更加好。其實
我唔會話自己謙虛，只係想講你可能係一個客戶或者一個國家，好似西歐咁，依家未必感受到呢啲嘢。我其實好支持西歐嘅，我成日用德文去勸德國人要醒覺，因為我真係關心，唔係為咗生意。但係現實係大部分嗰邊嘅人都未準備好，所以我哋而家好有資格去講係你明白我哋做到啲咩？而家就係冇運作嘅。最好嘅例子就係 Sharma 同其他人喺政府入邊做緊啲嘢，不過呢啲嘢唔可以公開講。但係最初討論嘅時候就係，咁你會點樣定義個問題呢？啲人咁樣講啦，其實大家都係想我哋做到呢啲嘅，因為我哋嘅武器軟件依家基本上我知道嘅每一個戰鬥場景都有用緊，可能有啲高級別機密嘅人知道嘅我哋嘅參與嘅嘢，所以有啲人會話。其實呢樣嘢本來唔應該得，但係最後都得嘅。咁至於商業方面呢，我覺得投資者呢都好有興趣嘅。咁所以呢，我哋先有呢啲規則，好似127法則咁。所以我哋喺美國增長嘅93%，所以我哋嘅指引都去到61%。舊年年頭嗰陣指引呢，都只係31%左右。咁其實原因就係因為我哋同幾乎每個行業嘅領袖都有好緊密、深入同密集嘅關係，最後雖然同你嘅問題有冇相近，但我想講呢啲關係絕對唔係冇循環付款嘅關係。我哋係真係提供價值。我成日同人講，雖然唔係成日提，但我以前成日話你當我哋係瑞士公司嚟㗎啦。不過你都要俾多啲錢我哋。我哋就係佢提供高價值嘅產品。我哋唔想喺收錢方面有啲咩廢話，我哋都唔會揾佢藉口話產品點解唔 work。然後請你食牛扒或者搞咗活動嘅補數，我哋會交到貨，然後收錢，而且我哋上年收咗唔少錢，127、70、93，呢啲就係我最中意嘅數字。多謝你，Alex 啊！一如以往，我哋有好多散戶投資者在線啊。咁我哋完結通話之前，你有啲咩想講？你知啦。當我哋嚟緊，我哋而家做緊啲咩？其實我哋係帶住我哋嘅內部文化、我哋嘅防衛團隊、客戶、合作伙伴一齊去建設，仲有好認真嘅諗住佢有自己錢投咗落 Palantir 嘅人。而呢樣嘢都係點解我哋可以持續有好表現嘅一個好重要原因，亦都係推動我哋好多人，尤其係我自己嘅動力來源啊！我都希望你哋而家過得開心。當你遇到嘅專業分析師，佢哋曾經覺得我哋永遠都唔會有正現金流，永遠都唔會賺錢，永遠都唔會有2字頭、3字頭、4字頭、5字頭。而家我哋嘅整體增長已經去到7字頭，而所謂 Rule of 40對佢哋嚟講都係一個遙不可及嘅目標。雖然127呢個數字，除咗我哋之外，其他人都達唔到。咁所以我希望你都享受緊呢段旅程。人生總有高高低低。我哋每一個人都會經歷起跌，我哋已經做咗呢行好耐啦。但今晚我哋玩得好開心啦，希望你都一樣開心啦。係啦，恭喜晒大家！多謝你，今日嘅電話會議問答環節到呢度。